有190年历史的新竹东门城，经过东半的整修，最近是甲维里亚拆掉啊，被重新开放。也过有民众看落是屁想讲，这设计愈看愈奇怪，愈看愈亲像蒙阿波。市府是解释讲，虽然维里亚拆掉啊，也过还未完工。有190年历史的新竹东门城，就伫新竹市区内底。去年6月开始动工整修。 总算在今年的9月结束工程，只是想袂到才拄开放，就叫民众吐槽较早较好看，甚至有人讲看起来真亲像传统的蒙啊。你觉得有像吗？有啊，还好哎，这样一看就不会特别的，没有马上就觉得它是墓园，就是要看久一点才会觉得有一点那样，但不会到马上看就觉得是。 为天空顶看落去，城门广场、南马孔，佮加上四周围的树啊，无详细看，佮真正有淡薄仔像蒙啊。对此，市府回应：目前东门城只是配合设计展览，暂时开放，还未完工。那其实这个工程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工，那只是我们配合设计展，设计展完成之后，其实我们就会来继续来努力的来施工。那预计是在10月底之前，把整个工程完工之后，来正式的来开放启用。 针对民众看法，新竹市政府表示，目前大家看到的只是半成品，新的设计考量到少年人的需求，拍得出10公尺长的灯笼，让民众会使较简单亲近古迹，请民众期待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